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3月12日，我们与苦难的距离。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第1章到第6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希伯来书13章3节。要记得那些在患难中的人，好像你们也在患难中一样。C.S. 路易斯他在太太过世之后，一本书叫做《卿卿如晤》，他这样说道：有一个回不去的问题，此刻上帝在哪里？这样的怀疑是丧偶最令人不安的症状之一。当你幸福愉快的时候，愉快到根本不觉得需要他，此时你若想向他献上赞美，他会张开双臂欣然迎接。然而当你陷入绝望又求助无门，迫切需要他的时候，又会得到什么呢？一扇当着你的面使劲甩上的门，里头还传出门栓上锁的声音，而且是双重门栓，然后一片死寂，你还不如转身离去。好有画面，好感伤，卿卿如晤，是路易斯 C.S. 文学家。他曾经写过很多的著作，我们应该不陌生，尤其是他写给青少年，电影也翻译过的奇幻文学大师 C.S. 路易斯。如果我们要看他跟他的太太乔伊是怎么样子来认识，那么我们可以回头去看这个影子大地，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 C.S. 路易斯他一直都是一个为上帝护航，一直用理论在说苦难，而这是他自己从小就经历到孤单。他跟他的兄弟住在一起，2个老光棍，生活很简单规律，但他却有一个心智，有一个为孩子写的童话故事很有名，叫做《狮王女巫衣橱》。但就在他好像不可能有女人出现，有爱情，有婚姻的这样情况下，他却认识了乔伊，也就是他的太太。而他跟乔伊的结合，竟然是为了乔伊，她是离婚的女性，从美国来，带着一个孩子。她在英国需要生存下去，她需要有身份，于是她恳求 C.S. 路易斯帮助她技术性的结婚。但没想到他们在公证之后，乔伊知道自己得癌症，这时候他们才真正开始了真实的婚姻关系，夫妻之间的爱。他曾经说，如果上帝爱你，他一定会不忍心，恨不得带你受苦。
后来他改成说，如果你真的爱他，你会不忍心，恨不得带他受苦，更何况上帝。这是一个改变，这是一个经历苦难之后的改变。过去他谈苦难是上帝的祝福，但他并没有在那其中。他对上帝发出疑问，当他太太3年之后过世，他自己经历那个悲伤的时候，对苦难就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6章，其实一直都有一个疑问提问，就是何以会有苦难？实在不明白。从经文我们知道，约伯一开始神就告诉大家，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却因着神允许，在天庭上神跟撒旦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最主要原因是撒旦的意思就是他是所有里面在天庭里面他的一个职分，是控告人的。他的质疑约伯行事敬畏神远离恶的动机，是动机而不是他的行为。从约伯自以为义的论述中看到了他凡是按照神的律法行，唯恐自己或家人得罪神，显出约伯也有人若得罪神会遭遇处罚的思想。律法的条例也确实有这种二分法的教导，守律法者蒙福，违律法者受咒诅。换句话说，约伯对神的敬畏是出于他愿意做一个有名望有品格的人。按照我们现在人的说法，就是他在社会公司和家庭都有美好的见证，大家也因他而得的许多祝福。这样一个好人，如果一夕之间失去亲人家产，又罹患不治之症时，其他人自然会议论他受苦的原因。但更痛苦的是，这人不得不面对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面。当神允许身旁一切美好的事、人、事物都被拿走时，他对神的信心还存在吗？他公义诚实又善良的待人处事动机是什么呢？过去当他敬畏神而蒙福的时候，他跟神良好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呢？如今他失去了一切，他还能敬畏神、信靠神和爱神吗？他仍相信神是信实和美善吗？他还可以见证神是全能又充满慈爱的吗？其实这些的疑问，应该都是也是在智慧书中箴言中，我们会想一下，箴言也是智慧书哦。箴言中特别强调义人的实际写照，他得了很多从神来的祝福，神也一直保守他兴旺，让他有智慧的处理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再来看，一样也是智慧书的传道书，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智慧书这个智慧是神，我们都需要向神求智慧。
能鉴察人心的神一直在用心查看约伯。神知道并确信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与远离恶事的人，但撒旦不知道。撒旦无法鉴察人心，于是他只能编织不实的控告。而约伯的3个朋友也无法看透一个人的内心，没办法知道事情的全貌，只能片段的观察，得出有限甚至是错误的结论。因此，亲爱的大家，我们透过这6章，我们想，我们应该是要更谦卑啊。苦难说起来头头是道，就像 C.S. 路易斯，但当我们真正在那痛苦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信靠神。好不好？我们来默想，约伯哀悼的不是失去了祝福，而是不明白失去祝福的原因。我有答案吗？知道答案时，面对苦难就会心里好过些吗？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读到约伯记，真的我们的心里真的是很沉重，因为我们或我们身边的人正在苦难中。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来明白你借着约伯的痛苦遭遇，要带给你所爱的我们，你的众儿女们的祝福。我们恳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为我们预备的各种的处境中，都能从中更认识你的美善公义。我们愿我们的心思意念、口中的话语和每日生活中的决定，都能够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英年牧师祝福您，今天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就来到这位主与我们同在的主面前，他要与我们同在，一起度过每一个不容易。我们明天见。